Hello，你好，我係 Coach Sandy，大家嘅伸展同肌力導師。今日我會介紹幾個動作，希望可以紓解翻好多都市人嘅痛症，或者甚至乎你係退休人士，你係家庭主婦，甚至乎你係服務性行業嘅人士，都係好適用嘅。嗱，我哋一齊示範下。首先，我哋試下大腿嘅肌肉啦。大腿肌肉力量訓練好重要嘅喎，尤其是退休人士。你發覺好簡單嘅活動，呢個就係將你個大腿強化。退休人士好多時行路行幾步，佢會覺得缺乏力量，甚至乎膝頭腫痛。呢個動作絕對幫到佢。咁另外啦，我哋講上班一族，頸緊腰酸呢個動作，將條帶打開，擴開胸口，打開擴開胸口。除咗可以活動翻我哋嘅膊頭關節，最緊要就係強化我哋嘅背部啦。同埋將胸腔嘅繃緊肌肉拉翻開，咁對我哋嘅頸緊腰酸都係幫助好大。OK， 仲有一個，我哋就係幫家庭主婦坐得多啦，或者甚至乎長期企喺度做一啲所謂嘅洗刷性啊、工作性嘅服務性行業嘅，佢哋要企喺度做嘅呢個動作都可以幫我哋輸鬆翻腰部同背部嘅勞損，改善翻你上肢嘅痛楚。其實運動真係一啲都唔困難嘅，簡單嘅動作，其實每日你可以做10下8下，長遠嚟講，你得到一個痛症就係治標有治本，所以心動不如行動 ，Let's go，You Relax Space，快啲報名。